启示录第4章。后来我阁看见天顶有一个开的门，我有听见迄个头一遍对我讲话声，亲像喇叭在响讲：起来食，我要指示你以后一定要发生的代志。我就随时受圣神感动，看见天顶有一个宝座，有一位坐伫宝座，伊的面貌亲像碧玉甲红宝石，宝座的周围有穹，看起来亲像绿宝石。宝座的周围有24个座位，有24个长老坐伫座位，因穿白衫，头壳戴金的花冠。对宝座有发出声呐、响声甲雷。伫宝座前有7个点倒的火把，就是上帝7个神。宝座前有亲像水晶遐尼透明的玻璃海。宝座的周围有4个画面，因的身躯前后拢有目睭。头一个画面亲像狮，第二个画面亲像牛公仔。第3个画面有亲像人的面，第4个画面亲像得白的鹰爪。这4个画面，大家拢有6个膝，周围甲内面规身躯有真侪目睭，因面日无停在唱。现在，全能的主上帝，过去存在，现在存在，将来嘛存在。逐遍画面将荣光、尊贵、感谢归予坐伫宝座活到代代无尽迄位的时，24个长老就趴落去，伫坐伫宝座迄位的面前敬拜。活到代代无尽迄位，佮将因的花冠ฮ็伫宝座前，讲：阮的主，阮的上帝，你应该得到荣光、尊贵、甲权能，因为你创造万有，对你的旨意，万有受造生存。